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14号伫国民党台南市东部边仔慰安妇当上举办纪念日追思会。出席活动的前总统马英九表示，慰安妇等一世人等无日本的道歉甲赔偿，并且指出有老台妹之称的蔡英文总统，只要拄到甲日本相关的争议，就变成软台妹。要求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应该对慰安妇做更较侪代志。我们蔡政府对于日本在几个议题上呢是非常的软弱，包括钓鱼台的问题，包括冲之鸟礁的问题，包括慰安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蔡总统身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的总统，在慰安妇议题上绝对不能逃避，绝对要拿出主张出来，否则大家就会说，选一位女总统，难道不应该对妇女的权益有更多、更坚定的保障吗？我真的劝蔡总统想一想，她做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是不是应该为慰安妇做更多的事情？前总统马英九表示，慰安妇议题不是为了政党的斗争，而是人权的奋斗。未来会继续替慰安妇阿嬷向日本讨公道。这个不是政党的斗争，这是一个人权的奋斗。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等不到公平待遇的阿嬷们，他们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些许的安慰。最后，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放弃这个伟大的理想，继续奋斗。台湾目前只剩2位慰安妇阿嬷也伫咧，但随着因的年纪愈来愈大，会当得到日本政府道歉的机会嘛愈来愈低。台南市慰安妇人权促进协会每当8月14号国际慰安妇日，都会举办追思会，主要提醒大家因过去所受的苦难以外，嘛希望这种野蛮的战争行为唔通搁再发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2号半暝，台南开始单位讲落大雨，造成林德高路道附近最重要的卡拉夫和民众晚上肃起。其中13号一套站前往万大桥视察，都来向住户道歉，嘛表示将加速治水。面对比风台更较恐怖的积水淹水，14号嘛成为议会临时会开议议员关心的焦点。会中议员杜素银的率先发言，要求变更议程，由市长将对水灾进行专案报告。另外，议员柯玉林嘛相当不满，认为对94年到107年，台南治水开223亿，到底钱开去倒？当来变更议程这一天，针对昨天水灾整个仁德区、永康区的专案的报告，看市长针对这些问题要怎样来解决处理。咱中央8年800亿的易淹水计划，6年600亿的综合治理计划补助款，还有我们嘉义市府自筹款，从94年到107年，总共223.9亿8001万。这些10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治水的方案，经费大概用到剩下多少？那是用了这么多的经费，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黄河治水的目标？在极端气候、激烈天气、降雨达到止暴短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新的思维，要做统一的报告？会中议员蔡辉嘛不满，认为新年的纳古塔拢溺水，要求民政局动工的立实。另外，议员林彦洲则一并要求农业、经发甲干部拢来校正报告。对此，市长表示，伊16号上午一定会通盘向市民报告。第一个，我是做通盘性的报告，在上午。那下午可不可以请我们水利局长以及我们副市长来一起代表？那下午可不可以让我的那个有一些行程跟各位报告好不好？这场大雨雨拄来引出治水的成效嘛，再次造成民怨，到底如何改善？大家拢在期待。台南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
就像说明会中，来自全台湾金融、寿险、营造建设甲开发公司等100多人拥有参与，会当看见大家看好台南利空新村甲正中二村的开发前景。副市长王实施表示，两地基地交通利便，生活机能完善，透过土地标售办理都市更新招商，除了甲国防部合作活化关村，更重是要合作推出社会主体，预计取得150户来协助中低收入甲青年。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跟国防部合作，针对老旧眷村的活化来做这2个案子的一个都更案。那这2个案子分别是在仁德的2空跟永康的金钟2村。那这2个地段其实我们自己是很看好了，因为他们在交通的便利度上跟生活的繁荣度上基本上都在是相当市中心的状况。尤其仁德永康，我想在这2年来已经成为台南的一个新的中心，所以我们很看好这2个地方的未来发展。那为什么把这2个区域拿来做都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一定的公共设施，因为目的对国防部来说，目的仍然是活化。那对市政府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取得社会住宅。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都更，让社会住宅的这个数量得到有效率的一个提升。那另外就是这里的相对的公共设施，不管是道路然后停车场，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公办都更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所以其实算是多赢的方式。那对投资者来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得到容积奖励，可以透过都更的提升了这个容积，可以获得比较大的这个容积建筑的面积。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案子，就是带动都市的发展，尤其是都市整体的就是功能的提升。那尤其是区域的发展，我想对这个案子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大桥表示，2个基地总共21000多平方公尺，所有地项目拢经清空，以后地标厂商得当直接建设，希望创造地方发展、公部门甲投资者得赢的局面。台南新闻君吉林跟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日前因为天九日的疫情备受全国关心的开山礼，虽然日前已经解除警戒，但是现在台南天九日的疫情并无减少，所以也予市府相关单位持续在做防治的工作。其中校园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虽然大专院校甲高中职并不是教育局管理，但是教育局也特别伫12号下午邀集高中职甲大专院校的代表举办防治会议，希望校方做好校内的防治，减少接续落来开学以后学生伫学校得到天九日的机会。一直以来，那么所关注的教育局的关注，可能说我们所辖的公立的还有私立的国中国小。那么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在地那么虽然不是教育局那么督导的，但是却也是我们台南市那么所辖的一个区域内的高中以上，包括各大专校业，主要是因为这个防疫的工作那个文职呢不一定只会选我们市所辖的学校，他也会选那么各公司的高中，甚至大学院校、大专院校，因为效益都很大。那当然，防疫工作是暑假期间，但是不能有漏洞，我们仍然要拜托大家一起来帮忙。那其实，在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学校的校园的部分，其实一直以来是我们环保局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那因为学校的话有寒暑假所以一旦在暑假的时候，其实很多老师都不在学生都不在那这部分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一个防疫的漏洞。那我们刚听到教育部的长官也讲了那个
副院长只是说只要照样开罚单哦。对，我们上次去开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副院长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哦。对，因为一般有时候公家单位在开公家单位的罚单就会有点尴尬哦。所以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说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一个漏洞了，其实这个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会中也邀请环保局的人员指导校园来定定看到的资讯员甲防疫的事项。环保局也强调，如果接续落来校园内被环保局发现资讯员，绝对是会开罚的。所以也要提醒校方要多加注意，并呼吁减少资讯员才是上重要的任务。也希望市民朋友做伙来做好寻岛清刷的工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但市政府甲纽西兰知名奇异果公司联手合作举办草油感风街小趴，8月17、18两天将伫南德路、红路开 party。但市长黄伟哲欢迎各界踊跃参加，甲厝内人做伙享受欢乐。纽西兰商奇异国际有限公司也是 Kiwi Go 能够跟我们台南市政府合作办一个这么好的小孩趴。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游戏。能够借着这个 party， 能够让很多大家知道这个多吃蔬果的好处，那也知道很多正确的这个饮食习惯，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南岛路这边尽情的徜徉。我记得这个活动是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通常很多活动都早上开始，那下午可能太阳比较温和一点，那能够让大家一起。能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南岛路，能够在这个小孩趴里面一起跟大家共同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主办单位以风街作为主题，响应将街道幸福儿童的概念，为儿童打造更加安全、趣味的街道，创造一个友善儿童的游戏场所。除了让小朋友会当伫马路顶面欢喜画图、发挥创意，也规划一系列的闯关游戏。活动现场也提供奇异果相关的饮料甲点心，让民众免费品尝，也让参与的民众有食佮有通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